生苗栗客家小镇，婚后移居花莲的徐世慧，在从事音乐教学20年后，几年前开始尝试写歌，从此打开了客语歌曲创作的大门。第一首自创曲多年以后入围台湾原创音乐大赛，会写下这首歌，全是因为一时找不到那张和外公的合照。那时候当下蛮心慌的，我一直想说怎么办？那这个感觉我不希望到哪一天我突然忘记了，所以我就利用这张照片的一个东西，然后自己的记忆里面，然后想尽办法把它留下来。写下儿时在客庄的祖孙情，词曲间流露出更多的是对外公无限的思念。继第一首歌曲之后，徐世慧开始在生活中寻找灵感。这首描述感情中点点滴滴的歌曲，是徐世慧写给先生最甜蜜的情书。能够为我先生能够写出这首《给表茶》呢，其实我觉得很一旦，那生活上面的踏实点也很多，所以呢，就是这样子，很一旦的感觉。我用一种时间的这班列车来叙述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。那我很幸运的可以刚好2个人就坐在同班车上。随着创作越来越多，徐世慧也慢慢了解，无论走了多远，无论过了多久，心中那份对客家的情感，不但不会褪色，反而越来越清晰。上课喽！一旦。